统赖清德访问苏瓦蒂尼的行程，因为中国施压延后，头拄啊6点20分，总统抛文讲伊人已经平安到位。连假期间，有民众若像为着要耍手机的游戏皮克米，骑铁马钻入去阿里山森林铁路，上当会当罚5万。美国联航、精神航空因为资金用力，再加上国际油价欠悬，实在站袂住，宣布要正式停止营运。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，我是张曼婷。先来关心一件上新的消息，总统赖清德本地顶个月2日要去访问咱的友邦苏瓦蒂尼，却因为中国施压，有3个国家是取消专机的飞航许可。地苏总统伫咧要出访的前一天，向来宣布行程取消。不过头拄啊6点20分左右，赖总统伫咧面册铺文，讲伊人是已经平安到苏瓦蒂尼啊。为面册相片，咱会当看到讲总统专机到地，人是徛伫咧机舱门头前，一手致意。边仔是总统府的秘书长潘平安，佮外交部长林佳龙。赖总统表示讲，出访因为外力主动来延后，总算伫咧今仔日是顺利到位啊。期待这座访问会当继续深化两国的邦谊，促进国际合作。总统嘛特别感谢苏瓦蒂尼，唔惊外交和经济压力，坚持来挺台湾。总统阁强调讲，行向世界是台湾人袂使互剥削的权利。过来看连假，是有真侪人拢会出门佚佗，毋过所有民众若像为着要耍最近真时行的手机游戏皮克米，全骑铁马钻入去阿里山森林铁路，加在是有时间人员发现，赶紧通报，才无发生意外。另外是有民众去爬屏东大武山的时，无细里出落去立功笑亲的山架，是已经派出直升机去救人。小心哦，落石了。特殊人员正细致用锁啊加大机啊，经过要加半点钟，将爬山无细致步落去山坎受伤的民众救起来。因为受伤的民众无啥知影人，赶紧申请直升机吊挂。在8点36分，我们将患者从边坡那边拖拉上来。那于10点36分，与直升机配合，那进行吊挂作业。因是3个人去屏东爬山，初二透早4点外，伫北大武山登山口往高学湾半路，其中一位4楼的女子无细致出落去6公尺深的山坎，经销拯救直升机吊挂后送，缩短救援时间。5日连假民众出门耍。阿里山林铁轨道区伫初一暗，林铁水下了到高力平段差不多37.4公里的所在，施工人员正伫咧做光纤建立工程。组一位骑脚踏车的民众甲车骑入来，伊敢若是伫咧耍热门的手机游戏皮克米。阿里山林铁除了定期列车之外，仍有不定期之工程列车、工作台车以及测试列车会行驶在路线上。欲请民众遵守规定，以为自身及行车安全。铁路法有规定，无经过许可进入铁路轨道的范围，相关会当罚5万。骑脚踏车也同款，林铁主将会限车警方依法查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中有一个查甫人食酒赛车，结果去弄到骑奥多巴的爸仔囝，伊毋若是无落车甲关心，甚至是做伊驶走。奥多巴就安尼卡伫咧车底拖咧行，沿路出火星，最后是火烧车，无法度继续驶，这个驾驶才去互人救落车压制。一台奥多巴伫咧江汉路路口准备要倒发，不过对向一台轿车，拢无打档啊，直接弄到奥多巴。骑奥多拜一对爸仔囝被弄飞起来，倒伫咧涂骹。奥多拜卡伫咧轿车车底，不过这台车都无停来，油门水就逃走。受伤的那个李明呢，还好，他是骨折，没有生命上比较没有危险，只是要疗养调养这样子。那儿子也受伤，身上也是受伤了，不过儿子还好，还没有什么大碍。代志发生伫咧初一暗10点外，这台车就呢车底卡一台奥多拜一直向前驶，奥多拜一直伫咧涂骹磨，一直冲火驶，互人看到就惊。有热心的民众伫咧后壁，伫到600公尺外，刚好离过一个直接自梯地下停车场的路口，车驶袂振动啊，车顶4人的驾驶才互其他的民众诱来，后者伫咧涂骹。车子已经起火了，他人还不
不愿离开车子，我就他已经就下车了，他还不愿离开车子，我就从他那个地下道车道那车旁那边把他拖上来，把他压制在地。经查为驾驶酒后驾驶自小客肇事逃逸，后续因车体摩擦燃烧起火，引发火灾。现场立即逮捕嫌犯1名，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侦办。因为车道火了，火愈烧愈大，真侪大路的住户对徛家喷水斗相共拍火，要消防队赶来现场将火拍花。警方赶来现场也逮捕这个驾驶，伊酒驾台是0.68，事后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南市一位查某警察顶个月28骑奥多摆出门的时，去互一个女大学生骑车位后壁甲弄着，倒伫咧涂骹了后，搁互后壁游览车搞过死亡。今仔日，这个弄着人的大学生，甲因爸爸妈妈到查某警察的灵堂去念香致意。这个女大学生因为伫出车祸了后，第一时间是先关心家己奥多摆受损的状况，所以伫咧网络是引起真侪批评。伊今仔日甲伊爸爸妈妈做伙去灵堂念香，嘛向查某警察的家属回失礼。不过对方是表示讲无感受到伊的诚意，后续的庭事会交予司法来处理。我来看，昨昏高雄有一个查甫人，那像是因为疲劳驾驶，先去下着路边的汽机车，走落来搁去弄着步len的一口罩3个人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1个人重伤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驾驶无食酒，伊讲是家己头型无爽快才会安尼，已经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甲送办。一家3人行伫路边，向一台白色汽车驶前景瓦棍对后壁甲弄落去。也这台弄着人的汽车，进前就已经去弄着停伫路边的2台汽车，还有1台机车。说是个，就去开到一台小女车，去开到这只。这只边个我把公交，哎呀。行同方向骑机车的老母甲查某囝也去弄着，2人切着伤送病院，加在无要紧。不过对中华来高雄看病的一家3个人，4楼的查某人重伤，医院伫抢救。因来妈妈甲翁婿是送医不幸死亡，一家就安尼拆散去了。驾驶人黄男酒测值为0，本案交通事故噪音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。造成事故致死亡的赛车的人讲头壳嫌无爽快，而且敢若因为疲劳赛车造成2人死亡、3人受伤。经由案发进前监视画面也发现，原本3个人是行伫人行道，敢若因为头前顶下卡放机车，路边无边，有时坐到外口行伫路边。检视该路段的行人通行空间、照明与标志标线是否有优化余地，也将请警察局针对未礼让行人、违停影响行人通行与影响通行视距，加强执法。车里中道市府各单位联合会勘，这路段沿线顶档的障碍物已经打广告限期移除，固定式障碍物由干部局赶紧来处理。市府建议经由工程改善加强来执法，消除安全问题。了解造成事故的赛车的人无啉酒也无驾毒赛车，因为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是连假第2天，各道有未少路段拢塞车，按算明仔载过昼了后，上北的车就会变多。若天气的部分，礼拜暗是准备要变天，4到全台湾拢会落雨，这气温嘛会变低，一直到后礼拜2才会转好。5日连假第1天，伫国道5号往宜兰方向，伫边南交流道落来出口，至少有7台车反向驶去哩交流道，结果回头驶入高速公路。不过警方赶来现场时阵，只敢查到3台车。驾驶人均表示，是因坪林交流道南向入口封闭至误入出口匝道，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。然后就车到时阵，人伊就超稳下去了。来到现场看，南北向的出入口，中央只敢拿一条双白线，车甲未驾驶拢并解讲，迄人阵开到交流道的路口时阵，往宜兰方向放起来管制，临时切换方向，才会驶唔着向。即马大家就咧讨论标志标线敢无清楚。应该是假日比较没有在开、没有在注意的人才会，不然的话，你如果说你再仔细看一下，都是没问题。应该是有一台先走，大家跟着走吧。也有可能是因为廉价管制，大家想说这样方便啦，这什么都会有。前一天反向驶，过当天国道5号又发生突发事件，警方透早出动，伫头城段有一个人用行去哩快车道，
这个比较60岁妇人人讲，因为伊目睭无好，是无顺利行去哩国道。国道5号伫连假第2天，路南的南港到头城路段，把车侪塞车。不过统计到下昼3点，路南西山磅空的通过量比去年同期减1.6%。高公局估计，初二规工国道全线交通量107万车公里。那明天是收假日。主要会出现北返的车潮，使用西部国道的民众建议，如果是从南部出发，可以在9点前出发。所来初3连假即要结束，包括国道1号上北苗栗到湖口、西里到埔咸，国道3号上北关西到大溪、南屯到后里，国道5号上北宜兰到平拿顶路段，过道了有上北的车流。一若天气方面，气象署讲，礼拜暗会变天，一直到后礼拜2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温度也会小可降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国际消息，美国联航精神航空传出讲，因为资金用了，佮加上国际油价直冲悬，实在站袂掉，宣布停止营运。这间34年的老牌联航，即声倒大嘛，正做是美国25年来头一间关门的主要航空公司。机身黄色，总部伫咧美国佛罗里达州，专门走加勒比海航线的属地航空精神航空。伫咧讲这款人超袂好势，航空燃料又搁大起，怎么已经挡袂落去啊？受到新冠疫情影响，精神航空伫咧2024年11月到2025年8月就已经2遍申请破产保护，从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正罕见1年内2遍破产的记录。进前伊甲另外一间连接航空 JetBlue 捷兰航空但合并。也拄到反垄断挫败无成功，最近的中东冲突，航空燃油自1加仑$2.24起到4.5亿美金，或者根据17000几员工的美国老牌子联航无法度可经营。其实川普政府进前想要替伊纾困，开5亿美金要甲伊买起来，接受伊的股权。迄阵精神航空的工会是支持。We're thinking about doing it, helping them out, and meaning bailing them out or buying it. I think we just buy it. We'd be getting it virtually debt-free. They have some good aircraft, they have good assets, and when the price of oil goes down, we'll sell it for a profit. 川普昨夜甲记者证实，北京已经甲精神航空家己的这款人提出一份最终提案。不过 CNN 报道，这款人敢若无接受这个方案。I think I would be upset if Spirit wasn't an option anymore, just because. I don't know, JetBlue and all the other companies, they're just so expensive. If that means you're bailing out Spirit, that means these people could keep their jobs. I'm all for it because a lot of people, they have to, at the end of the day, put food on the table, keep the lights on for their home. 美国东部时间初二透早1:08，伫咧降落达拉斯的上尾班机了后，精神航空的航班已经全部拢取消，客服系统也拢下线，代表1992年引入喷射机机队。正式挂牌的精神航空可能会结束34年的经营，可能会正做2001年911的恐怖攻击，中途航空破产了后，第2间倒的美国主要航空公司。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。台湾当年伫世界咖啡锦标赛 WCC 拢有袂歹的表现，不过这礼拜 WCC 煞雄宣布要甲人改名，甲台湾改做中华台北。主办单位阁强调讲，这是为着要符合国际惯例，这是互台湾的咖啡界正愤慨，按算要寄配合 WCC 表达抗议。真爱咖啡友会想要徛上世界舞台，林兆兴4月13日世界友会大赛来夺得冠军，得成目标。世界咖啡锦标赛 WCC 的官方网站来祝贺，2礼拜了后开一家 competition party， 对台湾改做 Chinese Taipei。伫 WCC 办理的其他咖啡竞赛，把夺得冠军的台湾选手也收到 WCC 来公文，通知的回溯记录，要搁改讲做是代表台湾，是来自中华台北，互台湾咖啡界真上气。五道里技术创办人吴小玲发起一人一批写予 WCC 表达严正的抗议。台湾就是台湾，这中间在咖啡的比赛里面没有模糊的空间，因为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19年了。就算要改名，我认为也是我们自己内部提出改名，这才是一个正常正确的程序。捌替 WCC 主持2摆烘焙世界赛，吴小玲讲是啥物主因促使改变，要求 WCC 主办单位美国精品咖啡协会 SCA 要有一个交代。2016年世界咖啡冠军吴哲霖也伫面册大肆回复予 WCC 的批，
明确表明，台湾是台湾咖啡社群伫 WCC 舞台上已经使用将近20年名称，加过去以来记录来说更改，会引发一定暑假标准的一致性。原来这个咖啡产业链的其他业者也对改变感觉真生气，烦恼安尼会互少年人感觉真唐突。SCA 也把所有的咖啡教学的证照的名称原本是台湾的，现在全部改成台湾 region 啊，台湾地区哈。这个简直是这个莫名其妙哈！精品咖啡社群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，我觉得他们会是很挫折的，然后他们会不知所云的。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初伫官方网站声明，世界咖啡锦标赛对4月2日开始，甲参赛者标示为中华台北，是为了配合国际体育组织惯例，比如讲国际奥会甲国际卡总。世界咖啡锦标赛正做全球性组织，伫行政运作上做调整，被影响选手参赛资格。吴小玲讲，希望更加多民众到阵来支持战声。因为根据了解，下礼拜万国有世界杯杯测赛，这对台湾的咖啡人士甲台湾咖啡协会干部会到现场甲 WCC 做最后的努力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有议员伫面册刊文讲，台北市线行公园有人四界咧囥鸟鼠药啊，就惊讲这囡仔或者是宠物会无细入去食到。环保局就讲无清楚是谁囥的，不过市府为着防治汉他病毒所用的这鸟鼠药啊，拢有合法，嘛有设计防止宠物食到。甲伫线行公园人袂少，公园两边餐厅诚多，也有卖食的单。为了要防治鸟鼠，台北市议员林良君伫咧 FB 放相片，讲有诚侪错坏所在放鸟鼠药啊。记者实际去公园看，并无看到鸟鼠药啊。带到来散步的主人讲，若是公园内面要放药啊，就要打广告提醒大家注意。通知这些游客或什么说哦，因为这里有什么东西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东西，你让人家有个戒心。蛮多狗一见到地上有食物就会马上吃掉，需要先贴个告示。公园内面的鸟鼠药啊，大家担心宠物鸟啊会去食到，要过是谁放的也唔知。台北市环保局讲，因提供的药啊，拢是合法的环境研究，有防止宠物去食到的设计，伊味较苦较甜，符合鸟鼠对口味辨识度较高的特性。会当有效消灭鸟鼠。市长蒋万安也讲，最近消灭鸟鼠的成绩袂歹。从年初开始，我们就进行了计划性的清扫，还有整个环境的整洁。所以，我们从1999进线的数量也看到。有下降的趋势。学者建议唔通甲大规模投放药啊，当作常态性的有益防治手段。做啊，放鸟鼠药啊，上好放伫咧鸟鼠笼内面，较袂互囡仔跟其他动物去挖掉。露天这样放在那个环境中，您觉得这样不好吗？对，因为风吹雨打、太阳晒，它很快就没效。我们的鼠耳都是无骨的大梁做的，老鼠爱吃，鸟也爱吃，那鸟也会中毒。台北市环保局强调，会确定药啊拢放伫咧饼架、饼旁的这寡较安全的所在，或者是鸟鼠收的边，严格控制放药的流程。因若对民众担心讲鸟鼠出现可能会有疫病，卫生部长石崇良讲，汉他病毒的疫情并无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湾雇主协会今仔日伫总统府头前集会抗议，因为讲目前的政策拢较歪向移工，较无顾到头家的权益，呼吁政府着爱来检讨。因来劳动部是回应讲，会针对3大方向来调整，协助雇主的需求。照护凌空装。伫总统府头前大声喊口号，自渔业、制造业到适龄家庭雇主超过100人到现场声援。台湾雇主协会伫劳动节过长天发动集会正过头，因不满国内政策偏向保障移工，颠倒互雇主的权益受损。政府都说都是我们雇主不好，说我们雇主不好，我们虐待劳工。可是他才来1天，我怎么虐待他？倒霉的是我们了，我们花了钱，然后把外劳请来，结果他跑掉了，那倒霉的是谁？然后我们一直要付这些钱，这样子合理吗？是他要离开的，不是我们要求他离开，是他说他有中介帮他介绍，他有新的雇主，然后变成说我们有1个月、2个月的那个，就是要等那个配备。有家庭雇主真无奈讲，政府将移工离开的责任拢怪乎雇主，因为依照就业服务法的规定，若是你请移工失联，至少就要等1个月管制期才当重新申请。要企业雇主反对，互雇主专业负担移工海外招募
费。民间团体集合各行各业的雇主，希望政府照顾零康汤，也提出免纳家庭安定就业费，也个过早时间内底费用转给雇主的一寡诉求。逃逸一个，这个工厂3个月就不能再引进下一个，家庭1个月就不能引进下一个，这个是制度的规定。可是，在现实上，其实都超过1个月，超过3个月，这所有不管是工作还是这个照护的空窗，完全没有人在乎我们的这样的声音。对民间团体意见劳动部回应，这么经济弱势家庭的雇主有12000人免纳就安费，也开始研究减轻同情家庭的负担，而且甲卫福部、甲农业部等部会合作，自增加管理支持、缩减人力空窗、减少行政负担3个方向，协助雇主的需求，加平衡劳雇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厝价一直称高，若要买厝就爱真拼。有人甲别人做伙洗厝，嘛有人家己做，甚至有人甘愿住伫车底。稍等的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少年世代多元徛大的模式。台湾的厝价长期贵33涨，早就超过大多数上班族负担的能力。对少年人来讲，要买一间厝，为人生的规划，豆豆变做遥远的想象。在现实的条件之下，各种非典型居住的模式，嘛因为安尼来产生。嘛是继续睡厝，对，继续睡厝。我无一定爱买厝，买厝伤贵啊。觉得有一点累。我嘛有想过，会使住伫一个我理想的所在，但是讲住伫台北，迄个成本是我无法度担的。面对高厝价甲生活压力，少年人开始重新思考大的意义。有的人选择住伫车底生活，换行动的自由；有人伫容器空间，透过陪伴甲互动，建立一个家的感受。嘛有人敢若会当伫咧下静静的空间内底，勉强维持日常生活。无同的居住形式，反映出因伫现实的挑战当中，对生活甲一个家的期待。商业较好吗？我感觉我会选择住露营车，就是因为我感觉人生内底上重要的就是自由，好自由，人生像迄风掉安尼。我现在就为台东赶回来。我就是听到你有煮剥皮辣椒，我就赶紧转来要啉这个汤。我感觉生活内面你看到真实的人，啊，斗阵讲话，斗阵食饭，斗阵看电视啊啥，这款的感觉嘛是真重要。无论空间大小，嘛无论居住形式，会当安稳生活的住所，都是百姓上界基本的需求。当少年世代伫高厝价甲生活无稳定之间默默受，居住的模式已经毋是个人的问题，是这个社会爱共同回应的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已经满8周年啊！园区特别举办展览，安排游戏，希望透过多元的活动推广台语，培养民众听、讲、读、写的能力。古水的碰瓷子啊，带大家来读台语绘本，有小解中华各地民俗人文的绘本，嘛有动物、世界文学、囡仔诗等等无同主题册。由关怀文教基金会创立的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，今年成立8周年，园区特别办台语绘本展览，让大家接触多元的绘本创作。像是漫画、绘本，也是戏剧，也是歌曲，其实拢对咱自然的学台教入去生活内底，拢是有帮助。爸爸妈妈带囡仔，也是阿公阿嬷带囡仔。学习毋是干那囡仔咧学习，连大人嘛有咧学习。除了台语主题绘本展览，园区嘛安排趣味的拍通关活动，亲像是耍日月球、熟悉汤团等等，佮邀请台语乐团来演出。园区表示，这几年台语的相关创作已经发展甲愈来愈侪款，互大人囡仔通透过生活中的素材学习台语。我是中华人，然后即马是台北石头路，然后真罕咧讲台语。今仔日来到遮有这个机会，我练台语，然后暑假有阮囝，然后接触台语。原来有的即个文化就该来留起来。啊，你像看咱沿路，你看咱沿路，咱有所有的俗言语，拢有标出来，有写汉字，有写原住民语，佮有音。已经偌侪人话讲，哦，你遐贵个，我拢会晓念啊。园区指出，因伫2018年的5月成立，是台语研究、发展、发展的重要基地。除了周年庆的活动，平常时嘛有办侪台语课程、罗马字的课等等，望透过无同的活动内容，培养民众台语听、讲、读、写的能力，正做传承台语的一份子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
新闻的最后，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。北部地区上低22度，上悬33度；中部地区上低22度，上悬33度；南部的部分上低23度，上悬34度；东部是为22度到33度。外岛地区21度到30度。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稍等下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梦》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